好，我们现在是在柳州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就要夜游柳江。在我身边的就是柬埔寨的小伙伴，跟大家打个招呼 ，say hi 一下好吗？ Hi， 祝你生活吉比萨克麦。那我们一会儿就要登船去夜游柳江 ，OK。我还看到沿途有很多桥梁，有很多横跨柳江的桥梁基础设施。目前在柬埔寨，类似这样的跨江桥梁数量还比较有限，这样可以进一步反映出目前在中国，尤其在广西，在柳江上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得非常好的。今晚是东盟伙伴媒体行的第一站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惊喜，大家持续关注哦。